大家有冇留意到落街去街市買壞或者去公園散步嗰陣，硬係有啲公公婆婆明明睇落已經去到80幾歲甚至90歲，但係行路嗰步伐仲輕快過我哋呢啲後生廚，講嘢中氣十足，頭腦轉數仲快過你同我。你見到呢啲畫面，心入面一定會暗暗地哇一聲，跟住就覺得佢哋啲基因一定係超級屈機啦，直頭係天生麗質得天獨厚啱碼。但係如果我今日同你講，原來醫學界最新發現，基因對於我哋可唔可以長壽，影響力居然只係佔咗區區嘅2成。聽到呢度，你係咪覺得跌晒眼鏡，覺得好不可思議呢？仲有呀，平時我哋上網睇到好多信息，成日教人去試嗰啲咩極端斷食法，又或者叫人去做地獄式特訓，以為對自己狠啲就可以長生不老，為咗長壽去到盡。原來呢啲做法分分鐘係玩命，會搞到你提早衰老，甚至提早去見閻羅王。今日我哋就要嚟一次過徹底拆解呢個困擾大家好耐嘅長壽騙局。有一本連諾貝爾獎得主都極力推介，由全球頂尖心臟科權威親自執筆嘅神作超級長者，入面嘅內容絕對會100%顛覆你對健康、對慢慢老去嘅所有固有認知。準備好未？我哋而家即刻入戲肉。首先，我哋要清清楚楚咁搞明一個概念，究竟乜嘢叫做超級長者？平時我哋香港人講長壽，好多時只係睇身份證上面嗰個歲數，例如話聽到某個親戚活到95歲，大家第一反應就係哇，好長命呀，真係有福氣。但係大家試諗下，講真嗰句，如果你由75歲開始，身體就已經出現周身病痛，行2步就氣喘，要坐輪椅出入。甚至最慘嘅係要長年累月瞓喺醫院張床度，靠儀器吊住條命，每日食藥多過食飯，呢足足20年嘅折磨日子，真係你心目中想要嘅長壽咩？超級長者呢個字眼講緊嘅，絕對唔單止係壽命有幾長，最重要嘅係健康壽命有幾長。呢班非一般嘅長者，即使去到80歲甚至90歲高齡，佢哋嘅大腦活躍程度、心血管嘅健康指標，甚至乎身上嘅肌肉量，去醫院做個身體檢查，醫生會話俾你聽，佢哋同一個50幾歲嘅中年人根本冇分別。佢哋可以自己搭飛機去旅行、睇風景、落場、打網球、流身汗，去社區中心學新語言，真正去享受人生嘅每一分每一秒。呢本書嘅作者作為一個喺前線睇盡無數心臟病患、經驗豐富到不得了嘅頂尖權威，佢喺診症室入面發現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就係好多香港人甚至全球嘅都市人為咗追求呢種長壽境界，用錯晒極端嘅方法，結果弄巧反拙，適得其反。一直以嚟，我哋都被一個好大嘅迷思呃得好透，就係根深蒂固咁覺得長壽係天生嘅，係阿爸阿媽遺傳落嚟俾我哋嘅。好多人遇到健康問題就會攤屍咁話，哎呀，我家族有心臟病史，我阿公60幾歲就心臟病發走咗，我都係聽天由命啦，整定嘅。但係呢本書用科學鐵證大巴打醒咗我哋，無數嘅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基因對我哋壽命嘅影響最多只係佔2成。咁大家一定會問，其餘嗰8成決定性因素係咩呀？答案就係你每一日嘅生活方式，你擺入口嘅飲食，你做嘅運動，同埋你面對世界嘅心態。醫學界有個好出名、好震撼嘅雙胞胎研究，專家敲咗一大班基因，完全一樣嘅同卵雙胞胎嚟做咗好多年嘅長期追蹤。如果基因真係決定一切，霸道到冇得傾嘅話，佢哋去到晚年嘅壽命同健康狀況應該係一模一樣啦。錯啦，結果完全唔係咁。研究人員發現，如果2兄弟入面其中一個由後生開始就食煙飲酒，晚捱夜打機睇波，另一個就生活超級規律，飲食健康清淡，去到60歲嘅時候，佢哋嘅身體機能簡直係天壤之別。一個可能已經大肚腩、三高齊晒，成日要出入醫院睇專科；另一個身形仲係好忽，每個星期仲可以去跑馬拉松。呢個現象就係當今科學界最熱門嘅表觀遺傳學。打個比喻，基因就好似你去賭場派到手嘅一副牌，你拎到咩牌的確係天注定，無法改變。但係點樣去打好呢副牌，要出咩牌，完全係實在掌握喺你自己手度。你每日做嘅每一個選擇，就好似一個又一個微細嘅開關掣咁，可以將身體入面啲好嘅基因着佢，同時將嗰啲容易引發癌症或者慢性病嘅壞基因熄咗佢。所以由今日呢1秒開始，千祈唔好再賴基因啦。因為你嘅健康係由你自己話事。既然生活方式係佔咗8成咁重要，咁我哋係咪應該由聽日開始瘋狂去做地獄式運動，瘋狂去節食減肥呢？呢度就係第2個，亦都係最攞命、最多人踩中嘅長壽騙局。近年互聯網同社交平台真係好流行啲極端養生法，
有啲人為咗減肥，為咗所謂嘅抗衰老，走去搞咩清水斷食，連續幾十個鐘頭淨係飲水，完全唔食嘢，又或者採取極端嘅生酮飲食，完全戒絕所有碳水化合物，一粒飯都唔食。作者身為見慣大場面嘅心臟科權威，見過太多呢啲因為盲目跟風而搞出大頭佛嘅悲劇。極端節食嘅最大致命傷係會搞到你流失身體入面最寶貴嘅資產，嗰樣嘢就係肌肉。隨住我哋年紀慢慢增長，特別係過咗30歲之後，如果唔刻意去保養，肌肉量就會好似漏水咁慢慢流失。如果你再用極端捱餓嘅方法去對待自己，身體為咗生存落去，就會開啟求生機制，無情咁分解你辛辛苦苦建立返嚟嘅肌肉，用嚟轉化做能量維持生命。結果係點？你企上個磅度，體重數字的確係輕咗呀，你好開心。但其實你流失嘅全部都係肌肉同水分，脂肪根本冇點減到。對於老人家嚟講，肌肉流失即係醫學上講嘅肌少症，係一個非常隱形但極度致命嘅殺手。肌肉唔夠，雙腳就會無力，平衡力就會變差，行步路都浮浮下。老人家一唔小心喺浴室或者街道跌一跤，分分鐘就搞到骨折。大家知唔知老人家髖關節骨折之後，因為要長期臥床，引起併發症嘅機會極高。骨折後1年內嘅死亡率係高得好交關校，而且極端節食會令到身體長期處於一個極度飢餓同極大嘅壓力狀態，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會瘋狂飆升，結果唔單止減唔到肥，反而會加速全身細胞嘅老化速度。真係得不償失。真正可以令你長壽嘅飲食之道，從來都唔係叫你咩都唔食，或者成日捱餓，而係要識得點樣聰明地食。作者提倡嘅係高質素嘅地中海飲食法變奏版。簡單啲講，即係食多啲天然嘅原型食物，例如新鮮嘅深海魚，提供優質嘅蛋白質，攝取好嘅脂肪，例如初榨橄欖油同埋牛油果。仲要食大量五顏六色嘅蔬菜，去吸收豐富嘅膳食纖維，要確保身體每日都有足夠同均衡嘅營養去修復受損嘅細胞，而唔係餓到啲細胞營養不良，乾癟癟咁提早死亡。講完點樣食，就輪到好多人關心嘅運動，呢個環節亦都係極多人中伏嘅重災區。有啲人一聽到醫生話運動對身體好，就突然之間去到盡，日日放工走去跑10公里，甚至每個星期去挑戰超級馬拉松，玩鐵人3項，以為流汗流得越多，將自己操得越金，個心臟就越強壯，人就越長命。但係呢位心臟科權威嚴正警告大家，運動同健康之間嘅關係，從來都唔係一條直線向上嘅線，而係一條英文字母 U 型嘅曲線。完全日日坐喺梳化唔做運動，固然係慢性自殺，死路一條。但係過度極端嘅耐力訓練，其實對心臟係一種極大極大嘅損耗。你試下將個心臟比喻為一部車嘅摩打，適當咁踩下油門，俾架車行下，可以令個摩打保持順暢無生鏽。但如果你日日都將個摩打推到極限，不停咁踩到最高轉數去運作，個摩打好快就會過熱同埋勞損，長期進行過度劇烈嘅運動，會令到心臟肌肉因為超出負荷而產生微小嘅撕裂。久而久之，身體喺修復呢啲撕裂嘅過程入面，會形成硬邦邦嘅疤痕組織。呢個現象喺醫學上就叫做心肌纖維化。呢啲疤痕會嚴重影響心臟原本好好嘅彈性，令心臟泵血嘅效率下降，大大增加日後患上心律不正甚至心臟衰竭嘅可怕風險。所以作者極力推薦嘅運動模式，從來都唔係叫你去挑戰人體極限做超級英雄，而係將適量嘅運動自然咁融入你嘅日常生活入面。佢最推崇嘅其實係中等強度嘅帶氧運動。點樣為之中等強度？即係當你做緊嗰陣，心跳會加快，會有啲氣喘、流緊汗，但係依然可以斷斷續續同身邊嘅朋友傾到偈嗰種程度。例如係喺海濱長廊快步走，去泳池游水或者踩下單車，每星期夾埋做150分鐘，對保養心血管就已經非常之足夠。另外，千祈唔好忽略重量訓練。頭先都講過，肌肉係我哋抗衰老嘅關鍵武器。每星期抽2至3日，做一啲簡單嘅阻力訓練。例如喺屋企舉下水樽或者啞鈴，甚至係做客掌上壓、深蹲呢啲利用自身體重嘅訓練。呢啲動作可以有效刺激肌肉生長，同時保持骨骼密度，預防骨質疏鬆。呢啲溫和而有規律嘅活動，先至係細水長流嘅長壽秘訣，而唔係盲目咁去操爆自己個身軀。除咗飲食同運動呢2樣硬件上嘅保養之外，大腦同心理呢啲軟件上嘅維護，往往係最容易俾香港人忽略。但偏偏正就係超級長者同普通老人家拉開巨大距離嘅關鍵所在。你以為人老咗記性就一定會變差？腦退化係冇得避嘅宿命。
錯啦，現代腦神經科學已經證實，大腦其實係有一生受用嘅強大可塑性，即係醫學界經常講嘅神經可塑性。如果你退休之後，日日淨係坐喺屋企，將梳化度睇電視、連續劇，個腦完全唔使點轉動去思考，啲腦神經細胞之間嘅連結就會因為缺乏刺激而慢慢枯萎、萎縮，記性自然越來越差。嗰班超級長者嘅秘訣就喺度，佢哋嘅人生字典入面永遠無停止學習呢4個字。無論係走去報興趣班學玩一種從來未接觸過嘅新樂器，學講一種新嘅外語，甚至只係請教孫仔孫女學點樣用最新型號嘅智能手機去剪片，只要係對大腦有新鮮感、有新挑戰嘅事物，都可以強烈刺激腦細胞重新生長，建立出全新嘅神經網絡。作者特別提到，保持大腦年輕最有效嘅方法，其實就係勇敢咁行出自己嘅舒適圈。當你覺得學緊嘅新事物好難明，搞到你好有挫敗感，覺得個腦好實嘅時候，恭喜你，呢個正正代表你個大腦正喺度急速進化同強化緊。講到心理健康，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知，原來孤獨係比食煙更加得人驚嘅長壽隱形殺手。有大型醫學研究明確指出，長期感到孤獨同無助對身體造成嘅實質傷害，係等同於每日硬生生抽15支煙咁嚴重。當一個人長期缺乏社交互動，無人傾訴，心情日日都鬱悶，身體裏面嘅發炎指數就會急劇飆升，免疫系統會變得非常虛弱，乜嘢病痛都容易惹上身。所以你會經常見到嗰啲長命百歲、精靈活潑嘅公公婆婆，通常身邊都有一大班好傾得埋、日日見面嘅老友記。佢哋可能會習慣每日清晨一齊去公園晨運、耍太極，之後成班人去茶樓一齊飲茶、食一盅兩件，下晝又一齊打下麻雀，鍛煉腦力。呢啲喺後生仔眼中睇落好似好普通、好公式化嘅社交活動，其實每分每秒都喺度幫老人家嘅大腦釋放緊強大嘅快樂荷爾蒙，例如多巴胺同血清素。呢啲天然嘅快樂物質可以大大減低血液入面嘅壓力荷爾蒙，令血壓保持平穩。仲有一個極之重要嘅概念，呢個係源自日本沖繩人能夠舉世聞名咁長壽嘅核心哲學，翻譯過嚟大約就係叫做生存嘅意義，即係每一日朝早令你一擘大眼就充滿動力，願意即刻起身嘅理由。好多香港人撲撲碌碌大半生，一去到60幾歲退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無所事事，失去咗人生一直以嚟嘅目標同寄託，衰老嘅速度就會好似撩滑梯咁突然加快。超級長者就唔同，佢哋一定會積極去退到自己新嘅生存意義。呢個意義唔需要係拯救地球咁偉大，可能只係好簡單咁幫手湊下可愛嘅孫仔孫女，去社區中心做義工，派下飯盒，喺露台用心種下花草，甚至係退而不休去繼續做份輕鬆嘅兼職。只要你心底你覺得自己對呢個世界、對身邊嘅人仲有貢獻、仲有價值，你體內嗰股強大嘅生命力就會源源不絕咁湧出嚟，推動你健康咁生活落去。睡眠亦都係一個被嚴重低估、完全被忽視嘅免費長壽神藥。香港人出咗名，生活節奏快到黐線，好多人有一種錯覺，覺得瞓覺根本就係浪費緊寶貴嘅時間，日日為咗做嘢或者掛住玩手機，只係瞓嗰5、6個鐘，仲以為自己好勤力，好識善用時間。但係心臟科權威嚴厲指出，長期睡眠不足根本就係喺度進行慢性自殺。當我哋夜晚熟睡，進入深度睡眠狀態嘅時候，大腦就會好神奇咁啟動一個叫做類淋巴系統嘅深層清潔機制。嗰陣時，大腦細胞會微微縮細，騰出空間，等腦脊髓液可以暢順咁流過，將日間大腦高速運作時產生嘅各種毒素同代謝廢物徹底沖走。其中有一種極度危險，叫做類澱粉蛋白嘅毒素。如果因為睡眠不足而累積得太多，排唔走，慢慢就會喺腦部結塊，最終導致不可逆轉嘅老人痴呆症。大家諗清楚，你每晚唔夠瞓，就等同於強迫大腦嘅垃圾車罷工。啲毒素日積月累，留喺個腦入面，個腦點會唔急速退化？要真正養生，每晚一定要雷打不動咁爭取有7至8個鐘頭嘅高質素睡眠。要保持好有規律嘅作息時間，最好同一時間上床睡覺。臨瞓前1個鐘，乖乖地放低部手機同平板計算機，避免熒幕發出嘅藍光刺激大腦，俾個大腦明確知道係時候要收工休息啦。我哋而家再深入少少，探討下個心臟血管健康嘅核心問題。心臟科權威喺呢本神作入面，用咗好大嘅篇幅去詳細解釋我哋嘅心血管系統究竟係點樣無聲無息咁影響住全身嘅整體衰老速度。
大家試下合埋眼，諗下我哋全身上下密密麻麻嘅血管，如果全部駁埋一齊，長度係可以兜住個地球轉幾個圈咁誇張。呢個咁龐大、咁精密嘅運輸網絡，無時無刻都負責將新鮮嘅氧氣同埋營養精準咁送去身體每一個細胞度。但係隨住我哋年紀越來越大，再加上種種不良嘅生活飲食習慣，血管內壁就會開始產生發炎反應。呢種長期嘅慢性發炎，講白啲，其實就係萬惡之源，係所有退化性疾病嘅開端。平時我哋為咗貪口腹之欲，食太多含有精製糖嘅甜品，充滿反式脂肪嘅加工食品，又或者成日為咗工作處於極度繃緊嘅高壓狀態，血管內壁就會因為咁而受損。身體為咗修補呢啲微小嘅損傷，就會派啲膽固醇過去填補裂縫。日子有功，膽固醇越積越多，就會形成好似竹咁嘅粥樣斑塊，令到原本好暢通嘅血管變得越嚟越窄、越嚟越硬，失去彈性。好多人有一個誤解，以為血管硬化只會導致心臟病或者中風呢啲突發性疾病，但其實血管老化對大腦嘅慢性影響同樣係極之深遠。當大腦入面嗰啲比頭髮仲要幼嘅微血管慢慢塞住，大腦部分區域得唔到足夠嘅血液同氧氣供應，就會出現非常微細嘅中風。呢啲微中風平時未必有咩明顯令你察覺到嘅病徵，你可能只係覺得間中頭暈下或者無記性，但日積月累落嚟，腦細胞慢慢壞死，就會造成非常難搞嘅血管性腦退化。所以點解你見到嗰啲超級長者去到80-90歲，腦筋依然轉得咁快，應對如流？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哋保養得宜，佢哋大腦嘅血管仲係好乾淨，好有彈性，血液循環非常之好，腦細胞自然充滿活力。要保持血管年輕暢通，除咗頭先講過要堅持適量運動同埋健康飲食之外，仲有一個極其關鍵，但好多人做唔到嘅因素，就係壓力管理。香港人返工壓力大，生活擔子重，呢個係鐵一般不爭嘅事實。但係如果我哋唔識得主動去許方法舒緩壓力，令個身體同大腦長期處於一個隨時準備作戰嘅緊繃狀態，身體就會持續不斷咁分泌過量嘅皮質醇。長期皮質醇高企，後果不堪設想。佢會令你血壓無啦啦升高，血糖變得完全失控，嚴重抑制你嘅免疫系統功能。更加得人驚嘅係，佢會直接加速染色體末端嗰個叫做端粒嘅消耗。諾貝爾獎得主之所以咁落力去推介呢本書，好大程度就係同端粒呢個最新嘅抗衰老科學發現有關。端粒呢樣嘢就好似我哋對鞋條、鞋帶兩邊嗰個膠囊咁，負責緊緊保護住我哋嘅 DNA 免受破壞。我哋身體每當有細胞分裂一次，端粒就會無可避免咁短少少。當端粒縮短到去一個極限，細胞就再無能力分裂更新，正式開始急速衰老同死亡。科學家透過大量數據發現，長期處於極大心理壓力、成日愁眉苦臉嘅人，佢哋體內端粒縮短嘅速度係比一般開心快活嘅人快好多好多。換句話講，心理壓力真係會實實在在咁令人未老先衰，個樣都殘過人，要點樣對抗？無論你係選擇去做靜觀冥想、去瑜伽班拉下筋，定係逢假日去大自然行山呼吸新鮮空氣，總之每日一定要抽20分鐘至半個鐘出嚟，俾自己一個專屬嘅 me time， 完全放空自己個腦，唔好諗返工啲煩嘢，將專注力放返落自己一呼一吸度，令長期繃緊嘅自律神經系統恢復正常平衡。呢個看似簡單嘅動作，對於保護脆弱嘅血管、延緩端粒無端端縮短，係有住不可估量嘅神奇好處。講完心臟大腦，我哋絕對唔可以漏咗近年醫學界最熱門嘅課題，就係腸道微生態。近年醫學界一直強調整個概念，話腸道根本就係人類嘅第二大腦。原來我哋條腸道入面，居然住咗幾萬億隻肉眼睇唔到嘅細菌。呢啲細菌嘅種類夠唔夠多，數量平唔平衡，直接主宰緊我哋嘅免疫系統強弱、新陳代謝嘅快慢，甚至係主宰埋我哋每一日嘅情緒起伏。研究發現，超級長者嘅腸道微生態通常都係好似一個熱帶雨林咁，非常之豐富同埋多樣化，好菌佔據絕對優勢。但係睇返現代都市人嘅飲食習慣，餐餐出街食，成日食嗰啲充滿化學添加劑嘅加工食品、防腐劑，搞到腸道入面啲好菌死得七七八八，壞菌就趁機作反，大量繁殖。當壞菌佔咗上風，腸道原本好健康嘅黏膜就會受損發炎，形成所謂嘅腸漏症。顧名思義，條腸穿咗窿，漏水咁，腸道入面嗰啲毒素同未完全消化嘅大粒食物分子就會悄悄穿過受損嘅牆壁，進入血液循環，跟住走到全身上下。
引發全身性嘅慢性發炎，搞到周身骨痛又容易敏感。所以中醫成日話要養生先要養腸，絕對係有科學根據。點樣養好條腸？好簡單，就係日常飲食要刻意食多啲含有益生元嘅天然食物，例如洋蔥、蒜頭、蘆筍、燕麥、蘋果呢啲。益生元其實就係腸道好菌最中意食嘅糧食，同時亦都可以適量咁食多啲發酵食物去直接補充益生菌，例如無糖嘅奶酪、日本人最中意食嘅納豆、韓國人嘅泡菜。當你慢慢調理好個腸道環境，每日排毒去廁所暢順無阻，身體無積聚毒素，你成個人嘅氣息、皮膚同精神狀態都會截然不同。呢種由內靚到外嘅健康光澤，係任何名貴茶上面嘅護膚品都絕對做唔到嘅效果。好多人一聽到專家話要改變生活習慣，個腦就即刻覺得好大陣仗，以為要將成個生活推倒重來。結果好多時堅持咗1個星期，覺得太辛苦就全面放棄，打回原形。但係呢本書好溫柔咁話俾我哋知，真正有效可以跟足一世嘅改變，從來都唔係大刀闊斧，而係嗰啲毫不費力嘅微習慣。舉個好貼地嘅例子，你試下聽日開始喺搭車返工或者放工嘅時候，刻意提早1個站落車，然後慢慢行10分鐘返公司或者返屋企，又或者晏晝食完飯之後，唔好即刻一屁股坐喺張位度，死谷住撳手機，試下企起身去附近散步15分鐘。呢個小動作可以極大咁幫助穩定餐後飆升嘅血糖。講到血糖，呢個絕對亦係抗衰老嘅大敵之一。血糖如果長期大起大跌，喺身體入面會產生一種極惡劣嘅物質，叫做糖化終產物。呢啲衰嘢會無情咁破壞皮膚底層嘅膠原蛋白，令到皮膚失去彈性，加速出皺紋同埋下垂，搞到個樣老咗10年。同時亦會喺入面加速血管硬化。所以平時食嘢嘅次序其實都有極大嘅學問，好講究寫。如果你面前一餐飯入面有菜、有肉、有一大碗白飯，最好最抗衰老嘅食法係點？就係先夾啲菜食，利用蔬菜豐富嘅膳食纖維喺胃度打個底，就好似鋪張網咁，然後再食肉去補充蛋白質，最後先至食嗰碗白飯。就係咁簡單，改變下食嘢嘅次序，就可以大幅度減緩白飯入面啲碳水化合物轉化做糖分衝入血液嘅速度，令成餐飯之後嘅血糖保持平穩，唔會急升急跌。大家睇下，呢啲只不過係飲食次序上微不足道嘅調整，完全唔使你刻意去捱餓，但係長遠以年計咁累積落嚟，對延緩衰老、保護血管嘅效果係非常之咁驚人。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水分嘅補充。隨住年紀慢慢增長，我哋大腦入面負責感應口渴嘅中樞神經會逐漸退化，變得冇後生嗰陣咁靈敏。所以老人家好多時身體其實已經處於缺水狀態，但佢自己個腦都收唔到信號，唔覺得口渴，自然就唔去飲水。長期處於輕微缺水嘅狀態，會令到血液變得越來越濃稠，就好似糖漿咁，大大增加心臟泵血嘅負擔，亦都會嚴重影響腎臟過濾排毒嘅功能。甚至會因為腦部供血不足而令大腦認知能力突然下降，所以千祈唔好等到覺得口乾舌燥先至去水飲。由今日開始，要養成定時飲水嘅好習慣，每日最少飲夠8杯清水。仲有徹底戒甩嗰啲茶餐廳嘅凍檸茶、加底、珍珠奶茶等含糖飲品，絕對係你此生送俾自己未來健康最好、最無價嘅禮物。雖然我哋頭先一再強調基因只佔2成。但係周圍環境對我哋表觀遺傳學嘅影響力係非常之巨大，而且係潛移默化嘅。我哋每一日每一秒呼吸入肺嘅空氣，皮膚接觸到嘅各種化學物質，都會喺不知不覺間改變緊細胞嘅命運。所以屋企一定要時刻保持空氣流通，開下窗。煮飯炒烤嘅時候，無論點都好，一定要記得開抽油煙機，因為煮食嗰陣產生出嚟嘅油煙，其實含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致癌物質，吸得多對肺部好傷。如果有時間嘅話，強烈建議大家每個星期抽半日時間去遠離市區嘅郊外，例如西貢嗰啲地方行下山。大自然嘅綠色環境本身就蘊含住一種好神奇嘅療癒力量，加上樹林入面嘅芬多精，可以好有效咁幫我哋處於作戰狀態嘅神經系統放鬆落嚟，自然而然咁降低血壓同心跳率。我哋再去觀察下，超級長者除咗身體好，通常都有一種好特別嘅心理特質，心理學家叫做強大嘅適應力。一個人能夠順利活到80幾、90歲，漫長嘅人生路途上，一定經歷過無數次嘅生離死別、事業嘅高低起伏、社會嘅動盪。有啲普通人一遇到重大打擊，就會從此一蹶不振，日日愁眉深鎖。但呢班超級長者唔同，
佢哋擁有一種好強大嘅心理韌性，就好似個彈弓咁，壓到底可以彈得反起。佢哋識得喺逆境、窮途末路之中自我開解，勇敢咁接受現實嘅殘酷，然後拍拍身上嘅灰塵，重新出發。佢哋唔會將寶貴嘅專注力死捉住，失去咗啲乜嘢唔放，而係每一日都感恩自己目前仲擁有緊啲乜嘢。有大型心理學研究明確發現，長期保持樂觀態度，凡事向好嗰面諗嘅人，比起嗰啲悲觀、成日自怨自艾嘅人，患上嚴重急性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係低好多截。所以由今日開始，努力去培養下自己嘅幽默感，得閒睇下笑話，多啲開懷大笑。遇到唔開心嘅事，凡事試下睇開啲，學識退一步海闊天空，放過得罪你嘅別人。其實更加重要嘅係放過一直執着嘅自己。我哋仲要特別關注一樣成日被忽略嘅嘢，就係口腔健康。呢位頂尖心臟科權威喺臨床經驗度發現一個好驚人嘅共通點，好多患有極之嚴重心血管疾病嘅病人，打開佢哋把口一睇，原來同時都有好嚴重嘅牙周病。大家可能覺得奇怪，牙齒同心臟相隔咁遠，關咩事？原來口腔入面嗰啲細菌，如果你平時求其刷牙，唔及時清理乾淨，佢哋會透過發炎流血嘅牙肉，直接走入去你嘅血液循環系統度。當呢班惡毒嘅細菌順住血液去到心臟嘅大血管，就會喺嗰度引起好嚴重嘅發炎反應，直接加速動脈硬化嘅過程。而且一旦牙齒唔好，甩晒牙或者痛到咬唔到嘢，咀嚼能力大幅下降，老人家為咗遷就，自然就會偏向淨係食啲林茸茸，容易吞但其實營養價值極低嘅碳水化合物食物，避開需要大力咬嘅優質肉類同蔬菜，慢慢就會導致嚴重嘅營養不良同埋肌肉流失。所以記住每日早晚都要好認真咁去刷牙，仲一定要配合用牙線去清理牙縫入面嘅食物殘渣。你睇下嗰啲超級長者，好多去到80-90歲都仲可以好牙斬斬咁保得住自己一副靚靚嘅真牙，每日都可以大啖大啖咁咬蘋果，盡情吸收食物入面嘅天然營養。呼吸嘅方式原來亦都係大有學問，好緊要的。大部分現代人因為壓力或者鼻敏感，都習慣不知不覺間用口去呼吸，而且呼吸嘅節奏好淺好急促。大家要知道，長期維持呢種淺呼吸，肺部底層嘅肺泡得唔到充分嘅擴張去交換氣體，全身上下嘅細胞就容易處於一個微缺氧嘅狀態。而且急速嘅呼吸節奏會持續向大腦發出危險信號，不斷刺激交感神經，令身體處於無法放鬆嘅緊張狀態。相反，超級長者不知不覺間掌握咗一套黃金呼吸法則，就係深、長、慢嘅鼻呼吸，亦即係好多人講嘅腹式呼吸。試下每日抽短短10分鐘出嚟，靜靜地坐喺度做深呼吸練習。吸氣嘅時候感覺個肚皮脹起，呼氣嘅時候肚皮收縮。呢個簡單嘅動作對保護心臟健康同埋令暴躁嘅情緒穩定落嚟，係有住極大嘅幫助。最後，光線對我哋生理時鐘嘅影響真係大到你唔信。我哋大腦深處有個好細小嘅器官叫做松果體，佢會好聰明咁根據眼睛接收到嘅光線強度去決定分泌幾多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呢樣嘢不得了，佢唔單止幫你入睡，仲係身體入面一種極之強效嘅天然抗氧化劑。每晚你瞓覺嗰陣，佢就出動幫手清除體內破壞細胞嘅自由基。但係現代人嘅生活模式完全反其道而行，日頭成日匿喺無陽光嘅室內冷氣房，夜晚臨瞓前又對住手機熒幕啲強烈藍光，搞到個腦亂晒大龍，生理時鐘嚴重混亂，褪黑激素分泌嚴重不足，結果唔單止失眠，仲大大加速咗身體老化。所以想長壽好簡單，聽朝早一起身，第一時間行埋窗邊，拉開窗簾，俾對眼同身體接觸下天然嘅自然光，喚醒大腦。到咗夜晚，將屋企啲燈光調暗少少，臨入房瞓覺前1個鐘，乖乖地遠離所有電子屏幕。總括嚟講，超級長者呢本書帶俾我哋最核心、最震撼嘅信息，就係真正嘅長壽從來都唔係靠一朝一夕去用極端手段折磨自己換返嚟嘅，而係實實在在咁靠每一日持之以恆、毫不費力嘅微小好習慣累積而成。我哋唔需要去妄想追求咩基因突變，唔需要為咗瘦去捱餓，捱到胃痛，更加唔需要去運動場操勞過度，搞到傷害自己個心臟。只要我哋學識去靜心傾聽身體發出嘅聲音，食得天然啲，好啲，喐得多啲，但記住唔好過火，對呢個世界保持住小明般嘅好奇心去不斷學習，晚晚確保自己瞓個靚覺。記住，基因只係佔嗰微不足道嘅2成，剩下嗰8成大好江山，完全由你自己話事，自己掌控。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由今日呢一刻開始，唔好再盲目跟風，追求極端，一齊回歸最自然、最平衡嘅生活方式。
歲數永遠只係身份證上面嘅一個無生命嘅數字。只要你願意踏出改變嘅第一步，無論你今年係30歲、50歲，定係已經80歲，你絕對可以扭轉乾坤，成為自己生命中嗰位最耀眼、最健康嘅超級長者。